聆听来回应伊。对到即群学生囡仔，啊，搁生活伫台湾的公民，以及咱的国家，到即马咱拢做伙在受苦。听见，这是上帝创造予人的本性。只要咱的耳孔无受到病毒还是啥物疾病的损害，咱拢有这个本能会当听。总是聆听，伊却需要学习，需要去培养。听见是一种的能力，总是聆听，伊所看重的是咱的态度。真正的聆听，就是要用积极、谨慎、甲专注的心来回应。聆听毋是一种活动，伊是一种委身，甲一种行动，回应的行动。马大甲玛利亚，因接待耶稣的方式完全无同。各位兄弟，当咱咧看圣经的时，咱常常拢在想，这个玛利亚找到真好的位啊，坐伫耶稣的头前，在听耶稣讲道。是点要知影，坐伫耶稣的骹前，毋是上好，也毋是上界尊贵的位哦。因为咱一般咱的骹，拢是讲起表示啥物？是一个真低的、真第二等的、无舒适的。所以咱的脚常常是互人感觉是真卑贱的、垃圾，搁真臭，臭脚丫，咱拢会安尼讲。所以咱无应该认为玛利亚，伊是伫找到伊处理上好的迄个位，在听耶稣在讲道。迄是因为玛利亚，伊无看伊任何的位置，因为咱要知影伫迄当中，好的位啊，拢是要让互遮的贵宾、遮的查甫人。为着因来陪伴的，有一点咱要知影，伫耶稣迄当中，因伫圣殿内底敬拜上帝，会当入去圣殿内底，只有新年的查甫人会当入去，囡仔甲妇人人拢爱伫外院啊、外口，因无法度进来内底，因伫外口甲外邦人做伙。所以咱要知影，对玛利亚来讲，若是一个女性。伊想要学习，伊要安怎学习？伊若还是还未出家，还未嫁出去，就是互因爸爸伫厝里来甲因教。若是已经嫁互一个人做翁婿了后，就是伊的翁婿来甲伊教。所以玛利亚，伊真毋茫会当听到伊的列比、伊的先师所教导的，所以伊无看伊任何的所在，就算是上界卑微、上界毋好的位。伊嘛足想要听，所以弟弟耶稣来到因兜，伊知影这是真好的机会。马大伊为着耶稣拍开伊厝里的大门，迎接耶稣到厝里。总是玛利亚，伊确实拍开伊的心门，耶稣来邀请伊进入伊的心。玛利亚伊坐伫耶稣的脚前，这个殿坐在的那个在，伫希腊文的原文内底有一个一个方向，搁一个有一个行福，行福拍摆伫伊的面前的意思，就好亲像马可福音第5章22节，讲到一个老爸矮女，伊拍摆伫耶稣的脚前，求耶稣来医治伊的查某囝的病。搁有伫马可福音第7章25节，也有讲到推罗西顿的妇人人。伊拍伫耶稣的面前，降服伫耶稣的面前，求耶稣会当赶出伊查某囝身躯顶悬的迄个鬼。搁有当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过身的事，玛利亚搁一摆看到耶稣，伊嘛拍摆伫耶稣的面前，求耶稣来怜悯。甚至耶稣的学生约翰，耶稣12个学生，有一个犹大家己自杀吊倒死去，其他11个只有约翰，伊无为着耶稣的道理来殉道。伊是年老的时，互人放伫一个岛内底，拔摩岛，伊伫遐领受耶稣的启示，写出启示录。所以伊嘛是安尼拍摆降服伫耶稣的面前。所以这个字这在这个字，伊有一个顺服、
尊敬、甲敬拜的一个意思。像兄弟，耶稣伊所爱的，就是积极、谨慎、专注来听倾听的耳孔。通过咱愿意倾听，是一个卫生，是一个行动，互真理进入伫咱的生命中，咱毋但享受甲主同在的平安，搁较通过上帝真理来改变咱的生命。第三，咱要用主神的目来接待耶稣。40到42节，马大问题是伊的目睭的焦点，毋是完全放伫耶稣的身上。咱人毋惊无用，就是惊乱。马大因为袂记了服侍对象，袂记了今仔日咱无用，我无用是为着要迎请耶稣来处理，甲耶稣做伙来享受真水的时间。伊袂记得这个，所以伊心忙起来。马大就招关耶稣到主耶稣的面前。讲兄弟，咱人若是肯到主的面前，是一件好的代志。总是真可惜，马大一来耶稣的面前，毋是要学老，毋是要祈祷，毋是要感谢，伊来耶稣的面前，只是来埋怨。马大只是伊心内因为家己的心忙无用，看到伊的小妹对伫伊咧无用这件代志，一点仔拢袂看伊，只是单仔要坐伫耶稣的面前咧听主咧讲，所以看了心内感觉真无爽快，真无欢喜。确实，咱人伫服侍主的路上，为什么咱的心会感觉不平，会感觉无欢喜，会感觉无爽快？上大的原因就是咱看人。圣经讲看我的小妹，马大将信心甲疼心对主耶稣基督的成就，闪到伊的小妹，闪到人的时，就算作是上介亲的人，伊也开始在批评伊。第二个马大，伊伫服侍主的路上，为什么会感觉不平？因为伊毋但将焦点看对人，伊也对目睭也看见伊家己，所以伊对主讲：我的小妹，放我家己在忙啊，放我一个人在忙。听兄弟，这时马大的心情，好亲像旧约中间，迄当阵对加密山顶拍败400个巴黎的先知的迄个什么人？以利亚，伊伫山顶落来，亚西伯王就甲伊讲：我若看到你，我绝对要杀死你。伊惊甲走去，就好亲像迄当阵，伊走去闭起来时，甲主讲：主啊，我为着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发热心。伊掠主讲：规个以色列人都甲主斗，规个以色列人，你看只有剩我一个人。马大毋但将目睭看到放伫人的身上，而且佫将目睭看到放伫家己的身上，伊感觉家己足孤单、足无助、真辛苦。伊的小妹会当斗相共，足无愿意来斗相共，只有剩我一个人，因为心内无平静。马大毋但伫服侍路上看人、看家己，而且讲埋怨主。伊对主讲啥物？你无要紧吗？你无要紧吗？主啊，你看我这尔无用，你敢讲敢毋知影我这尔辛苦，这尔热心，这尔贴你，为你付出遮济。听兄弟，马大伊无用主神的目来接待耶稣，所以伊就将祝福变做重大。伊需要耶稣，伊却忽略了耶稣本身。马大强调伊所做的服侍的价值，比伊伫耶稣眼中的价值佫较重要。好，注意听哦，马大伊想要强调伊所做服侍的价值，比伊伫耶稣眼中的价值
搁较重要，所以伊就开始产生比较、论断甲苦毒，失去了接待耶稣原本的心意。请兄弟，耶稣伊无受气马大，咱在圣经看到耶稣连续叫因2遍马大，咱就要知影耶稣对马大嘛有一份真深的疼，因望会当用疼来唤醒马大。相信咱读圣经的时，耶稣嘛毋望用疼来唤醒咱每一个人。耶稣期待人安怎来接待服侍伊。无的确，即天耶稣伊想要禁食，若是咱有读圣经，咱会当安尼推测啦吼。因为伫路加福音第9章22节，耶稣才拄仔甲学生讲，伊要就耶路撒冷，人要将人子交伫人的手中受苦定十字架。所以耶稣无的确今仔心情足复杂的。伊所毋望就是好朋友，陪伫伊的身躯边，伊无想要食啥物，就是甲这朋友做伙，伊想要禁食。亲兄弟，咱有主动接待过耶稣无？咱听耶稣家己比咱对伊所做的服侍，咱有看到较重要吗？咱甲耶稣做伙行同行，有比为着耶稣做工搁较大声吗？如果今仔早起耶稣就伫遮，请咱会当想象一下，耶稣要对你对我讲，我毋望你为我做一件代志，为伊做一件代志，毋望我会当对你成就所得到的，这是我上想要爱的，是咱所欠缺提出来。迄当日，耶稣问马大，什么是伊所欠用的？今仔日耶稣也要问咱，想看卖，这个世界有啥物是咱永远拢会当摕伫咱的手中的？搁有啥物事物是咱绝对永远拢袂失去的、失落的？耶稣伊疼马大，伊嘛疼玛利亚。教会需要马大，也需要玛利亚。总是玛利亚的选择，却是永远拢袂失落的，别人无法度手的。伊的选择是啥物？伊毋是用服侍耶稣的事项大细，而是济少。伊毋是想要用服侍接待耶稣的事工来建立家己的价值。伊选择的是在接待服侍耶稣进前，伊先学会晓用喜乐的心、倾听的耳、注神的目来享受甲主耶稣同在的时刻。安尼的选择，才会当互咱在接待服侍耶稣的时，拄起咱心中的迄个论断，咱会当享受主耶稣家己互接待服侍，诚做这种的喜乐。亲兄弟，玛利亚已经选择去上好的福分，是无人会当甲伊抢去的。愿玛利亚的选择也会当诚做你我的选择。等下，咱要搁一摆甲主耶稣同齐倒，毋望互咱会当用喜乐的心、聆听的耳、注神的目来享受甲主同在，享受主耶稣家己。咱做伙领受主耶稣的同在，伊的赦罪甲平安。咱接待耶稣甲主做伙坐倒，领受圣餐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守护主耶稣互阮，感谢你的慈爱，赦免阮一切的罪。因为耶稣互阮来得到医治，你对青年中救赎阮，对你的疼的中间，阮做毋对代志，你会当引带阮转来，也责备阮。感谢你用慈悲怜悯来对待阮。主耶稣，我们向你献上上大的感恩。
感谢你竟然愿意甲阮同在。你爱阮来享受你家己，阮要为着安尼献上感恩。主也求你来赦免阮，阮捌将阮家己的需要，甚至是福祉，拢放伫甲你做伙的进前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我会当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你家己亲自的启示，帮助阮伫每一天伫阮的生活中，阮拢会当享受甲你同在的时刻，互阮甲你同在，人生得到快乐，进入阮的转到阮的生活，为主你做水的见证。求你来看顾阮，来帮助阮。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圣诗215首，耶稣身躯替咱定死，请会众起立做伙来吟，准备心来领受圣餐。这时咱要备办心来领受主的圣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记拿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只要咱细汉有小儿洗礼，大汉有虔信礼了后，还有咱无论倒一个教派，咱有成人洗礼，拢欢迎咱的兄弟做伙来领受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听主耶稣记拿归于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，我要入去就近伊，来甲伊食，伊也来甲我食。主耶稣讲：咬喙搭羡慕伊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伫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伊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。因为我对主受，也捌传互你，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提饼祝谢，来对伊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每一摆食的时，就要安尼行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捧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既若啉的时，
就要安尼行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、饮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款式，咱大声来感谢主。主上帝，这是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的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阮谦卑求你找献信心来信别阮，也信别这的摆列伫你的面前所修饰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领受这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稳定的帮赞，会当食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每一摆食的时，就要安尼行来纪念我。咱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主耶稣的保体。当咱有份伫主耶稣的保体时，咱搁一摆决志，咱要将家己献上，学主的模样来荣光主。
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。咱每一届食时，就要安尼行来纪念伊。咱大家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是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记拿啉的时，就要安尼行来纪念我。咱也相款用安静的心来领受耶稣的保惠，通过耶稣的保惠，会当赦免咱、医治咱，也保守咱。
耶稣讲，这个杯是圣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，伊若啉的时，就加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杯是圣约，是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伊若啉的时，咱就要安尼行来纪念伊，咱做伙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恁伫地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是阮着阮的主上帝，阮阁一届伫你的面前献上感恩，感谢你极大的听，互阮会当领受你的圣餐，这是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，阁互阮明白你疼惜阮，你意爱阮，也互阮知影，阮是圣子奥妙身体一体。主啊，阮恳求你。当阮生活伫这块土地顶悬，阮要常常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。主，求你来帮助阮的政府官员、阮的执政者，会当合伊的耳孔来听见百姓的声音。主，也恳求你将你的公义、你的平安、你的慈爱临到伫阮这块土地顶悬，也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若是阮身体有软弱的、身躯有病痛的。也求你用你的信心来医治阮，也守住你的平安喜乐伫阮的内面。也恳求主，当阮过一届献阮家己本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来接纳阮，也用你的慈悲继续来帮助阮，祝福阮伫生活中会当荣光你的名。阮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代表教会欢迎头一届来聚会的来宾。如果你若伫外面无填写留名卡，这是伫座位的头前有留名卡，你再来填交互收奉的职事。如果你若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你会使免奉献。这是咱要用奉献来继续礼拜。
请会众起立，做伙来做感谢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是万能福气的本源，阮这个受阮的正义女，即时将你享受阮的金钱甲时间，奉献担保做你圣工大用，求主你感纳，奉靠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，我来报告几项。第一项，本周特别的时间，本周是总会所定的教会校校纪念主日，呼吁兄弟常常为着办公、中学、真理大学、马街、医学、管理专科校校等教会校校内的校务、教学甲学生的信仰。学习关心甲大道。第二点，经过3月份政治会的决议通过，对本主日开始，各场礼拜的奉献歌拢改做圣诗306首 A。具体关系部分，咱有前伫教会服侍汪振宏传道。已经伫要伫今日晡3点伫中央高中大礼拜堂，甲肖义军传道师做伙奉入牧师甲就任该校的校牧。咱的本教会第牧师甲杨新泽牧师有带领西罗亚诗班。前往致贺愿上帝祝福。本会会友陈传敏兄弟的老母陈黄美子姊妹于3月13安息之外，于4月11日上午8点伫第一殡仪馆安顺厅举行家祭，请兄弟关心大道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本会会友王丽娟姊妹的老爸王武良兄弟伫3月20日安息主怀，定伫4月13下晡2点，伫第二殡仪馆4号厅举行一念个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大道并参加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第7页。现在教会牛埔庄讲义所有各种的课程，请咱会当来用个参加。这个牛埔庄讲义所的性质是对所有的正教会的服侍，所以咱会当替咱牛埔庄讲义所来宣传，互较侪人会当来利用咱教会开的课。来培养因对信仰上的帮助。第8页教界的消息，伫4月19星期六，中山区的正教会牧者联组会要举行过外节的联合游行。透过即届的活动，互较侪人知影耶稣国外的大好消息。为咱所社区的中山区带来祝福，佮开启宣教的契机。迄个时间甲游行路线，请咱注意来看。鼓励咱所有的会友踊跃报名参加。
做伙为国外主行出来。报告以上，这时要请史牧师来欢迎来宾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我来补充拄则胡长老有讲的吼，就是咱4月19后礼拜六下晡，毋望咱有一个人做伙出来，吼，咱会当去街路来向人来宣传，讲主耶稣要过活。其中这中间咱需要10个会当维持特殊，搁有5位有医护背景的同工会当做伙参与，或者游行会当搁较顺遂。这是我要代表咱的教会来欢迎第一届甲咱做礼拜兄弟。第一位是王敏珍姊妹，伊就住伫咱天祥路家，请问伫倒位？敏珍姐妹伫后壁吼，咱真欢迎吼，咱比仔人会当甲伊握握手吼，来表示咱的教会来欢迎。第二位是陈真荣姐妹，伊是志德兄弟的朋友吼，搁有一位是。好来，个谢淑瑞兄弟，谢淑瑞姊妹，对不起，好，我们欢迎好，我们也是用握手来欢迎他们。搁有顾曼琴姊妹，伊是春阳兄弟的朋友，坐伫后壁，好，咱真欢迎我们来跟他握手。搁有一位是谢义忠兄弟，他们伫倒位？张义忠兄弟。姐妹，对不起，张义忠姐妹，我们欢迎咱用短短时间，咱互上头前后壁人做伙来请安，真欢喜，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上用的诗，圣诗508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请会众起立来吟。愿你领受马大主动欢喜接待耶稣的心，搁用欢喜的心、落听的耳，甲主神的目，享受甲主的同在，人生得到快乐，转到你的厝里，为主来做见证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慈悲上帝的疼叹、圣神的快乐甲帮赞，甲恁直到永永远远无煞。阿们。谢谢密道社温，共受提醒。